第22章拄假罪，国名如越罪君啊！祭司长甲文士想法度怎样才会杀害耶稣？因为因惊被死。这时，撒旦入迄个称做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伊本是12个学生内面的一个。伊去见祭司长，佮守殿官商量，怎样通将耶稣交互因。因欢喜，就约定互伊钱。伊应允，就找机会要趁证人无伫面前的时阵，将耶稣交互因。拄假罪，着抬如越罪羊羔的迄一日到啦。耶稣找彼得、约翰讲：恁去为阮预备如越罪的颜色，通互阮食。因问伊讲：爱阮伫倒落预备？耶稣讲：恁入城，的确有人摕一盘的水对面得来，恁就跟地伊，到伊所入的厝内去。对迄家的主人讲：先生讲，客房伫倒落，我甲学生通伫遐食如越罪的颜色。伊的确指互恁看，白色整齐的一间大楼，恁就伫遐有备。因去所拄着的，拄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因就有备如越罪的颜色。时阵到啦，耶稣坐倒，使徒也甲伊同坐。耶稣对因讲：我真愿意伫受害的以前，甲恁食这个如越罪的颜色。我甲恁讲，我无搁食这个颜色，直到我成就伫上帝的国内。耶稣指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讲：恁摕这个大家分着啉。我甲恁讲，对当以后，我无搁啉这个葡萄汁，直等上帝的国来到。搁摕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分互因讲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恁放撒的，恁也应当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，讲：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恁流出来。看，迄个卖我的人的手，甲我三角伫刀顶。人子果然要照所有定的离开世间，总是卖人子的人有知会啦。因就彼此对问讲：是倒落一个要做这个事？学生起了争论，因中间倒落一个通算最大。耶稣讲：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因，迄个掌权管因的称做君主。总是恁毋通安尼，恁内面最大的，反倒要亲像年幼的；最首领的，反倒要亲像服侍人的。是一罪最大，是坐道的呢，是服侍人的呢？毋是坐道的大吗？若是我伫恁中间，亲像服侍人的，我伫磨练的中间，常常甲我三角地的，就是恁。我将国赐互恁，拄亲像我的爸赐互我一样，互恁伫我的国内，坐伫我筵席顶食啉，并且坐伫宝座顶审判以色列12支派。主阁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，
通半你亲像半马一样，总是我已经为恁祈求，互你袂到失落信心。你越头以后，就坚固你的兄弟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我就是甲你落監，甲你受死，我也甘心。耶穌講：彼得，我甲你講，今仔日雞還未啼，你要3擺毋認我。耶穌閣對因講：我找恁出去的時陣，無錢地，無地啊，無話，恁欠缺什麼無？因講無。耶穌講：總是如今有錢地通帶，有地仔也通帶，無刀的就賣衫買刀。我甲恁講，聖經寫講，伊受列佇罪犯的中間，這個話的確應驗佇我身頂，因為迄個關係我的事的確成就。因講：主啊，請看，佇遮有2支刀。耶穌講：夠啦。耶穌出來，照常去橄欖山，學生也跟地，到迄位就對因講：恁着祈禱，免得入迷惑。對安尼離開因，約有迄一塊石頭遐尼遠，跪落祈禱，講：爸啊，你若願意，就將這個杯摕去，總是毋通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對天頂顯現，加添伊的力量。耶穌極其傷痛，祈禱閣較懇切，汗珠親像大沸點，滴佇塗骹。祈禱完啦，就起來，到學生迄位，看見因為憂愁攏困啦，就對因講：恁為什麼困呢？起來祈禱，免得入迷惑。講話的中間來了真濟人，迄12個學生內面名閣猶大行佇頭前，就近耶穌，要甲伊親喙。耶穌對伊講：猶大，你用親喙的暗號袂認主嗎？左右的人看光景毋好，就講：主啊，阮提倒抬，通毋通？內中有一個人，將大祭司的奴僕抬一刀，削甲落伊正平的魚仔。耶穌講：到這個地步，出在伊吧，就摸迄個人的魚仔，將伊醫好。耶穌對遐個來掠伊的祭司長甲守殿官閣長老講：恁大刀棒出來掠我，親像掠強盜嘛？我日日甲恁佇殿內，恁無下手掠我，現在卻是恁的時陣，黑暗掌權。因掠耶穌，將伊帶到大祭司的厝，彼得遠遠的地。因佇殿內起火，三角坐地，彼得也坐佇因中間。有一個侍女看見彼得坐佇火光內，就定睛看伊，講：這個人素來也是甲迄個人一伙。彼得卻毋承認，講：女主，我毋知意。過無偌久，閣有一個人看見伊，講：你也是因一黨的。彼得講：你這個人，我毋是。約過1小時，閣有一個人出力的講：伊實在是甲迄個人一伙，因為伊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講：你這個人，
我毋知你讲诶是甚物。拄讲话诶中间，鸡就啼啦。主越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伊所讲诶话。今仔日鸡啼诶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伊就出去大吼。看守耶稣诶人喜人伊，拍伊，佮看伊诶目睭，问伊讲：你是先知？甲阮讲，拍你诶是一罪。因佮用真多别诶话辱骂伊。天一个光，民间诶正长老，连祭司长带文士拢聚会，将耶稣带到因诶公会内，讲：你若是基督，就甲阮讲。耶稣讲：我若甲恁讲，恁也毋信；我若问恁，恁也毋回答。对答以后，人子要坐伫上帝权能诶大屏，因拢讲：安尼，你是上帝诶囝吗？耶稣讲：恁所讲诶是。因讲：何必阁用见证呢？伊亲嘴所讲诶，咱拢家己听见。